OK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接地呢一樣嘢。咁接地呢，如果大家有興趣詳細去了解呢，可以去睇下書嘅，佢有出書嘅，同埋佢有出電影嘅，一個紀錄片嘅電影。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下嘅。咁同埋仲有一個就係我睇到嘅短片，就係佢講接地同接地之間佢嘅血液嗰啲紅血球嘅分別，咁但係嗰個實驗呢，我覺得就唔算太精準嘅，因為佢只係檢測咗佢行之前同佢行之後嘅差別，但係佢冇檢測係究竟係我赤腳行同我着鞋行有冇區別呢？咁樣樣佢係冇好詳細咁樣檢查嘅，所以我呢個係打咗少少問號喺度嘅。因為你人體行完之後呢，咁你嘅血氣亦都會循環噶嘛，咁你嘅紅血球嗰啲佢會活化咗，咁其實係好正常嘅喎。咁所以佢呢個實驗呢，我係打咗少少問號喺度嘅。咁但係我對接地呢樣嘢都其實都幾認同嘅。咁接地首先佢係有一啲限制嘅，並唔係話你除咗隻腳喺地下咁就接地噶啦。咁首先最簡單呢，就係你接地嘅目標要係草地啊或者沙灘啊嗰啲，即係你係同地球嘅大地接地啊，並唔係你除咗鞋咁踩下瀝青踩下啲石板咁就代表你接咗地嘅。因為接地佢講嘅係你要同地球之間有一個連結啦，即係就算城市嘅公園好似呢啲咁，其實嚴格上嚟講都唔算接地嘅，但係只不過就好過冇咁樣啦。咁同埋我呢個後邊就係江邊，咁佢下邊其實應該唔會話好多偷空咗啊，或者下邊全部都係啲電線啊嗰啲奇奇怪怪嘅嘢咁樣。咁其實應該只要你嘅草地公園啊嗰啲接近喺江邊，其實嗰啲應該都有效果嘅。咁最好嘅就梗係沙灘啦，咁直接就同大海啊，直接同地球連結，咁嗰啲係最好嘅。咁所以就如果你接地嘅話，有條件就唔好去啲城市裏邊嘅公園啦，就基本上你係可以確認到你踩嗰個地下邊佢係冇偷空啊，冇各方面嘅，係真係連結個地球嘅，並唔係城市嗰啲道路鋪咗好多層嘢啊咁樣樣。關於接地佢嘅機制呢，其實就係最主要係因為腳板底嗰個湧泉穴啦。根據一啲科學嘅研究呢，湧泉穴呢就係釋放我哋人體嘅自由基啊。咁人體嘅自由基係乜鬼嘢呢？簡單啲理解就係人體嘅炎症，即係我哋人體會不斷產生炎症嘅。咁我哋發病啊，各種都係因為炎症積聚。咁當人體接地嘅時候，佢利用湧泉穴嗰個位置釋放咗人體嘅自由基，即係減輕咗你嘅炎症。咁你嘅病痛啊就會冇咁多，同埋冇咁辛苦啊咁樣樣。所以點解以前有啲地方佢哋係中意推啲病人出去草地行下，同埋出去曬下太陽啊，係應該有少少科學根據嘅。咁同埋你行草地、沙地啊嗰啲凹凸不平嘅時候呢，其實係對你人體嘅結構係好好幫助嘅。因為我哋特別係有啲長期行路嘅姿勢唔係好好嗰啲人，好似我咁樣樣咧，咁長期積聚落嚟就會有啲腰酸啊嗰啲，之前都有講解過下噶啦。咁因為你地面唔平啊，咁你嘅重心啊各方面你會矯正，就唔同你平面。你平面嘅話，你咁樣拐住咁樣行呢，咁你長期就保持嗰個動作拐住咁樣行，就長期令到你某一個點去受好大嘅壓力。咁喺呢啲凹凸不平嘅沙地啊、草地行呢，咁你個人體會有自己調節平衡嘅功能啊嘛，咁就促送到你其他肌肉去發力，令到你保持平衡。並唔係平路咁樣樣，你單一行就單一平衡，而長期咁樣樣用一個點嚟平衡。咁其實多啲喺草地啊、沙灘行呢，都對呢方面有好處嘅。咁同埋有啲科學分析係我唔係好詳細了解啊，大概原理就係你關定接地呢，就可以中和你人體嘅一啲分子啊、離子啊嗰啲咁樣樣。咁其實就同自由基嗰啲原理係差唔多嘅，只不過我覺得就應該係個名唔同嘅啫，即係佢嘅原理基本上都係一樣嘅，即係無論中醫西醫。咁喺中醫嘅角度，湧泉穴其實就係激活你啲經絡啊、血氣啊嗰啲嘢。咁其實中醫有一個最簡單嘅理論就係通則不痛，
通則不通，你血氣行咗通咗，咁你自然身體嘅毛病減輕咗，都係有啲關係嘅。咁所以其實大家得閒有時間嘅話，多啲出去接下地啊、曬下太陽啊，咁樣對身體都有幫助。咁畢竟好似我依家咁樣一 pack 過，你同時可以接地，又可以曬太陽，喺一個時間內做晒兩樣嘅嘢，咁都冇乜壞處嘅。咁但係最緊要做任何嘢都係量力而為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Peace。